成個香港鋪市而家已經鐵底變天，昔日穩賺不賠，有錢都未必搶到嘅核心旺鋪，而家紛紛大跌，腰斬7折散貨。無論係散戶投資者、資深地產大佬，甚至係向來穩陣只買不賣嘅老牌機構，近排都瘋狂訂貨指示。究竟而家香港商鋪市場衰到幾盡？點解最頂級嘅核心資產都會出現史無前例嘅暴跌？今日呢條片，我哋一次性拆解晒今輪鋪市崩盤嘅全部真相，話你知邊個係最後接盤人，未來仲有幾多下跌空間？想睇清香港樓市走勢，千祈唔好劃走。熟悉香港樓市同商業地產賽道嘅朋友，應該都能夠好清晰咁感知到，當下嘅香港鋪市正經歷近10年最慘烈、最貼底嘅價值重構。過去幾十年，香港商鋪一直被資本圈視為硬通貨，背靠核心地段、稀缺土地資源同成熟商圈紅利，商鋪物業保值增值能力極強，一度成為豪門資本、資深投資者、產業基金嘅核心配置資產，亦都係市場公認嘅抗通慶穩回報優質標的。好長一段時間入面，香港核心商圈嘅商鋪唔使有賣唔出，反而係一鋪難求多人爭搶拍賣，溢價成交、天價成交係行業常態。無數投資者靠住持有核心商鋪，獲得長期穩定嘅租金收益同資產增值。投資商鋪亦都成為香港財富圈最穩陣嘅理財方式之一。但係而家成個行業嘅風向已經鐵底逆轉，曾經風光無限、穩如磐石嘅香港商業地產鋪市，鐵底褪去光環，持續陷入深度調整嘅下行週期。近期香港工商鋪嘅拋售潮愈演愈烈，幾乎每日都有核心地段、商鋪大型商業物業低價成交嘅個案曝光。無論係細小散戶投資者、深耕行業多年嘅資深大佬、頭部投資機構，甚至係向來穩健保守長線持有嘅老牌權威機構，都開始大規模集中式減價拋售名下商業資產，減價幅度動龍3成5成，部分優質核心物業對比歷史高位，跌幅甚至突破7成。咁樣嘅運值力度，擺喺5年前、10年前，係成個市場都完全想像唔到嘅事。好多普通觀眾可能對商業地產嘅漲跌冇直觀概念，大家平時多數關注住宅樓價嘅波動，覺得商鋪份值只係資本圈嘅小風浪，同普通人生活無關。但實際上，商業地產係一座城市，經濟活力、消費能力、商業氛圍最真實嘅晴雨表。商鋪嘅價值漲跌，直接影射住城市實體經濟、線下消費、營商環境嘅真實狀態。香港作為國際知名嘅自由港、商貿中心、消費樞紐，核心商圈商鋪向嚟係全球資本追捧嘅標的，而家出現集體崩盤、大幅泛值、資本出逃嘅現象，背後係香港線下商業生態消費、谷可投資邏輯嘅根本性變革，值得每一個關注樓市、關注香港經濟走勢嘅人深入拆解。我哋先由近期市場爆出嘅幾單超慘烈成交個案入手，直觀感受下而家香港鋪市嘅寒冬現狀。呢啲真實成交數據比任何行業分析佈局、市場論調都更有說服力。首先講近期刷屏香港地產圈嘅葵芳核心商圈鋪位成交案例。葵芳作為新界核心商圈之一，背靠大型住宅區、交通樞紐同成熟商業配套，人流穩定、消費場景完善，一直係中小投資者青睞嘅優質片區。核心單邊鋪位更加係稀缺資產，保值能力極強。今次成交嘅物業位於葵芳葵盛街核心路段，具體係17號至19號精寶大廈地下1號鋪。熟悉呢個商圈嘅人都知，呢個鋪位係片區頂級優質單邊鋪，臨街展示面極佳，直面主幹道人流，無遮擋無死角，同時緊鄰快充廣場核心商圈，商業曝光度、客流承載力、商業適配性都排喺片區前列。無論做零售、餐飲服務行業，都係妥妥嘅黃金鋪位。建築面積大約300平方呎，屬於中小型優質剛需鋪位，非常適合穩健型投資者收租保值。就係一間地段位置、配套都無可挑剔嘅優質商鋪。而家嘅成交價對比歷史冇風價，直接創下近8年最大跌幅紀錄，資產縮水程度極度誇張。回溯呢個鋪位嘅交易歷史，早喺2018年，呢個鋪位迎來市場頗峰期，當時業主以因770萬港元嘅天價入手。按照當時嘅市場行情，呢個鋪位嘅合理市值峰值甚至突破3600萬港元。冇風時期嘅市場估值，足以證明佢嘅核心資產稀缺性。入手之後嘅幾年入面，業主一直長期持有收租，靠穩定嘅租金收益回本增值。喺市場平穩期，
呢個鋪位係100%嘅優質固定資產，幾乎唔存在穩值風險。但市場行情由幾年前開始悄悄逆轉，隨住線下消費疲軟、商圈客流分流、投資情緒降溫，香港鋪市逐步走弱。呢個優質鋪位嘅估值亦都不斷縮水。今年年初，業主為咗快速套現離場，率先將掛牌價調低至任限500萬港元，對比甚差600萬嘅龐峰估值已經腰斬超50%。但就算減價幅度咁大，市場依然冇人接盤，諮詢量寥寥可數，更加冇實質性嘅成交意向。為咗順利脫手，業主只可以不斷下調報價，壓縮利潤空間，甚至逼近成本底線。經過多輪價格拉勻，最終呢個曾經價值3600萬嘅黃金鋪位，只以8萬港元完成最終交易。我哋精準計算下呢單物業嘅畫值幅度，對比業主2018年物陳770萬嘅入手成本，8年時間賬面直接虧損9屬2萬港元，資產縮水比例高達54.3%。如果對比3600萬嘅市場普豐估值，資產暴跌幅度直接突破70.88%，等於原本1000萬級嘅優質資產直接縮水70%以上。咁樣嘅崩值速度同幅度，擺喺核心商圈優質鋪位身上係極之罕見。好多人會好奇大幅膨值之後，呢個鋪位係咪有投資價值？由租金回報角度計算，以800萬嘅成交總價核算，呢個鋪位而家嘅年租金回報大約8.6%。單睇回報率數據嘅確遠超普通住宅、常規題材產品嘅收益，看似係性價比極高嘅鹹樓投資。但係行業內資深投資者都好清楚，呢個看似可觀嘅租金回報率背後隱藏住極大嘅市場引誘同潛在風險。呢個亦都係無數投資者唔敢隨便抄底香港鋪市嘅核心原因。第一，而家嘅租金水平並唔係穩定常態。近幾年香港線下商鋪租金持續下行，空置率不斷攀升。中原工商鋪最新行業數據顯示，香港工商鋪租金仲有大約10嘅下調空間。未來租金好大機會繼續走低，而家嘅回報率隨時會縮水。第二，商鋪資產而家處於持續冷值通道，就算租金收益穩定，資產市值嘅下跌幅度都會遠遠覆蓋租金帶來嘅收益，長期持有依然係溜損狀態。第三，而家香港鋪市流動性極差，買入容易套現離場極難，所知風險極高。呢個就係點解高回報率都冇人敢大規模入場嘅核心邏輯。葵芳片區並唔係個例。成個香港新界九龍核心片區嘅商鋪都同步經歷緊價值崩塌。今年5月，天水圍大型商場相連地鋪都完成一單擠價成交。呢個鋪位同屬片區優質臨街物業，業主5年前入手，一直長期持有收租，本以為係穩健保值嘅資產，最後只能夠以因100萬港元低價拋售。對比入手成本，帳面出現大幅虧損，扣除多年租金收益、交易手續費、稅費之後，實際到手收益寥寥，冇幾5年持有週期，基本等於白做，甚至輕微勾損。呢兩宗接連發生嘅核心片區商鋪成交個案清晰，印證咗而家香港社區型優質商鋪嘅笨勢。曾經穩賺不保嘅社區鋪，而家徹底失去抗跌能力，全面進入混值週期。如果話社區型商鋪嘅混值仲喺部分人嘅認知範圍之內，咁大型工業局商業綜合體整棟商業物業嘅大幅縮水，更加能夠直觀睇現香港商業地產嘅全面崩盤態勢。近期市場曝光嘅另一單超重磅交易，係葵秀路17至21號傳統工業大廈物業整體放售。呢棟物業屬於片區成熟嘅綜合性工商樓宇，整體體量極大，地盤佔地面積冇趁700平方呢，總建築面積高達56696平方呢，樓高10層，係片區稀缺嘅單邊全棟物業。地理位置優越，同時兼具商業同工業使用屬性，可改造空間極大。無論係企業自用、改造成共享辦公、商業運營或者整棟出租，都有極強嘅可塑性。為咗提升物業價值，吸引買家接手，原業主之前專門投入近1000萬港元資金，完成樓宇翻新、設施整改、消防升級、環境優化等一系列全面改造工程，對成棟樓宇進行全方位升級。本想透過翻新提升估值逆價出手，最後卻只能無奈減價拋售。更加令人稀舊嘅係，呢棟大型商業樓宇並唔係首次放售，7年之前就曾經掛牌出售，當時嘅市場估值高達2億港元，係妥妥嘅億級優質資產。而今次業主重新放售，掛牌價只係1.6億港元，對比7年前嘅老豐估值直接暴跌2.41億港元，憤值幅度高達60%。
對於大型整棟商業物業嚟講，60%跌幅已經係史詩級phẩm值。按照而家6億嘅掛牌總價核算成棟樓宇，平均每平方單價大幅下探，單價水平甚至唔及高峰期嘅30%。就算計埋業主千萬級嘅翻新投入，整體估值依然斷崖式下跌。業內人士分析，呢單物業真實成交價好大機會會進一步下探，最終成交價大概率會喺掛牌價基礎上再折3%至5%，整體限值幅度有望突破7%。好多人唔理解，經過全面翻新，區位優勢明顯、業態可塑性極強嘅大型物業，點解會出現咁誇張嘅品質？核心原因依然係香港商業市場嘅基本面崩塌，線下實體經濟疲軟，企業縮減規模，商戶倒閉撤離，共享辦公需求萎縮，實體營商意願低迷，導致工商綜合體嘅使用率、出租率、租金水平全面下滑，物業價值自然隨之大幅縮水。更加值得關注嘅係，今輪大規模減價派售嘅唔止係中小散戶投資者，就連香港市場深耕多年、戰績彪炳、向來以精準抄底、穩健操盤著稱嘅資深資本大佬，都開始連環割肉，大幅拋售名下商業資產，足以證明而家市場嘅嚴峻程度已經超出普通投資者嘅認知。盛智商鋪基金作為香港本土知名嘅專業商業地產投資機構，背靠成熟嘅投研團隊、專業嘅操盤體系同充足嘅資金儲備，一直係香港工商鋪市場嘅標籤機構投資者，擅長精準佈局核心商鋪資產，長線持有，賺取穩定收益。過往多年極少出現大規模虧損、集中拋售嘅情況，但近期多家港媒援引 M 齊三盟地產報導嘅數據顯示，盛籌商鋪基金已經開啟連環式拋售，短短1個月之內連續處置多宗核心商圈商鋪資產。每一筆交易都伴隨大幅減價帳面巨瀝，徹底打破咗機構穩健投資嘅市場認知。其中最具代表性嘅係北角英皇道660至170號英皇大廈地下10至23號鋪位嘅成交個案。呢個鋪位建築面積6640平方啦，屬於核心主幹道大型臨街鋪位，地段稀缺，客流穩定，商業價值極高，係100%嘅核心優質資產。呢單物業最初掛牌價高達6呎500萬港元，契合市場拱風期嘅估值水平。隨住市場持續下行，機構多次下調報價，一路減價至離近150萬港元，依然冇人接盤，最後只能透過拍賣方式低價成交。最終成交價只係3,916萬港元，對比初始掛牌價，呢筆交易直接批選入係64萬港元，價格跌幅高達39.4%，接近40%嘅滑值幅度。對於專業機構投資者嘅核心持倉資產嚟講，咁樣嘅偷選比例已經極之誇張。而家呢個鋪位由知名連鎖餐飲品牌承租，每月穩定租金收入大約17萬港元。按照最終成交價核算，新買家嘅租金回報率大約5.2%，看似收益穩定，但極層而家持續下行嘅市場行情，依然存在極大嘅估值下跌風險。除咗呢單重磅交易之外，盛提商鋪基金當月仲連環鋪售多宗核心資產，包括九龍灣11街鋪位、銅鑼灣波斯富街商圈鋪位、銅鑼灣電氣道地鋪等多項優質物業，多筆交易累計帳面虧損超千萬，單月資產處置總額高達630萬港元。盛就機構喺公開市場採訪中坦承，現階段集中拋售商業資產，核心誘因係市場大規模嘅基金拍回潮。近2年香港商業地產行情持續走弱，資產估值不斷縮水，投資者信心全面崩塌，大量基金持有人集中申請召回機構，為咗應對召回壓力，保障現金流穩定，只能被迫不計成本低價拋售核心資產，就算大幅溝選都要快速套現。與此同時，機構明確表態，本年度依然計劃持續處置2至3億港元嘅商業物業資產，不斷縮減商業地產持倉規模，同時審慎觀望市場，暫停新增投資佈局。專業機構嘅清沖式離場，無疑係對香港商業地產市場最真實嘅看淡信號。機構手握專業數據、資深研判團隊、完整市場調研體，係尚且選擇斷臂求生、集中割肉，足以證明而家市場嘅風險遠大於機遇。如果話專業投資機構嘅拋售已經令市場人心惶惶咁，向來以借買唔賣長線持有，穩如泰山著稱嘅香港馬會落場清沖商業資產嘅操作，就徹底擊穿咗市場最後嘅心理防線，令成個香港商業地產圈陷入恐慌。長期關注香港樓市嘅朋友都清楚，香港馬會屬於官方背景嘅權威機構，
資金實力雄厚，抗風險能力極強，投資風格極度穩健，幾乎唔會參與短線投機交易。名下持有嘅物業大多係長線保值資產，極少對外出售。馬會上一次公開拋售商鋪資產已經係2017年嘅事，相隔近10年，馬會再次落場拋售商業物業，本身就係極具指向性嘅市場信號。近期馬會正式掛牌拋售位於香港仔成都道27至48號百色大廈地下1樓嘅大型鋪位。呢單物業實用面積介乎6619至7037平方呎，屬於大面積核心臨街鋪位，地理位置優越，商圈成熟，長期作為馬會線下投注站使用，經營穩定，租金收益持續可控。呢單物業最初掛牌價高達8萬港元，依託核心地段同穩定運營屬性，市場原本預判會快速成交，但現實係掛牌之後長期冇人問津，落盤睇樓人數寥寥無幾，市場接盤意願極度低迷。無奈之下，馬會只能持續下調掛牌價。經過多輪減價調整，最新掛牌價已經跌至眼近100萬港元，對比初市報價大幅下跌已呈900萬港元，就值幅度突破36%。部分業內機構測算，呢單物業真實成交價好大機會會進一步下探至厘尺400萬港元左右，整體跌幅將突破45%啦。要知道呢單物業係馬會喺1987年入手嘅資產，持有時長接近40年，係100%嘅長線保值資產。原本係零風險嘅固定資產，低都想不到，相隔40年轉手，依然要面對大幅貶值嘅局面，足以見得而家香港商業地產嘅下行壓力有幾大。之前馬會呢個鋪位每月穩定租金高達20萬港元，收益極度穩健，被無數網民同業內人士稱為最穩陣嘅收租資產。就連呢類零經營風險現金流穩定嘅優質物業，都抵擋唔住市場下行嘅衝擊，被迫大幅減價拋售。足以印證，而家香港鋪市已經冇絕對嘅避險資產。更加值得深思嘅係，馬會目前手上依然持有3宗核心商鋪物業，全部處於掛牌放售狀態，而且掛牌多時一直無法成交，市場流動性枯竭嘅問題愈發突顯。其中中環干諾道中創商會大廈地鋪掛牌價1.92億港元，掛牌多時多次調價依然冇人接盤。上水香口街地鋪掛牌價1億港元，估值持續受壓。業內預判最終成交極大機會腰斬明。尖沙咀核心地段地鋪同樣長期掛牌滯銷，尤其係中環核心鋪位已經掛牌2年時間，歷經多輪減價，始終冇實質性成交，徹底打破咗核心商圈資產不售賣嘅固有認知。今輪全港性商業地產派售潮入面，有一個非常反常值得深入拆解嘅細節，就係而家市場嘅接盤方身份發生咗根本性轉變。以往商業地產交易入面，核心商鋪優質商業物業嘅接盤方，多數係資深商戶、實體企業家、專業投資散戶、商業基金機構。呢類群體具備成熟嘅投資邏輯、風險把控能力同商業運營經驗，係市場主流接盤力量。但近期多宗大幅貶值嘅核心商鋪交易入面，傳統商業投資者集體缺席，取而代之嘅係香港本地宗教團體，成為核心接盤方。馬會今次拋售嘅8星大廈鋪位，最終意向接盤方就係深耕香港多年嘅香港基督教會。呢個現象值得我哋深入拆解背後嘅市場邏輯。根據公開資料顯示，今次接手物業嘅香港基督教會，長期喺南區福全街、福康大廈設立聚會點。今次入手核心臨街鋪位，核心用途並非商業投資收租，而是改造升級為全新嘅教會活動場地，完全自用，唔對外出租，唔參與商業運營。放眼近期多宗低價商鋪成交個案，宗教團體自用接盤已經成為常態，幾乎取代咗傳統商業投資者嘅接盤地位，成為而家香港鋪市最主要嘅接盤力量。好多人會疑惑，點解市場暴跌之際，專業投資者、資本大佬、機構基金紛紛割肉離場，反而宗教團體願意逆勢接盤？背後有3個核心底層邏輯，亦都係而家香港商業地產最真實嘅市場痛點。第一，宗教團體購置物業以長期自用為核心目的，完全脫離商業投資邏輯，唔受短期市場漲跌影響，唔需要考慮資產乏值、租金下滑、流動性不足等商業風險。對於教會呢類社會團體嚟講，核心需求係穩定、固定、長期嘅活動場地，唔需要靠物業增值、租金收益賺取利潤。而家商鋪價格大幅腰斬，反而大幅降低咗佢哋購置自用場地嘅成本，係絕佳嘅入場時機。
性價比遠超市場平穩期。反觀傳統投資者，入場需要兼顧資產保值、租金回報、後續套現。而家市場持續下行，風險極高，自然冇人敢隨便抄底。第二，香港而家商業地產投資嘅資金門檻、風險門檻極高，銀行對工商鋪物業嘅按揭貸款政策持續收緊，貸款額度降低，審批嚴苛，利率偏高，普通投資者好難透過那經入場，全數購置資金壓力極大。而宗教團體大多擁有長期穩定嘅捐贈資金、公益資金，現金流充足，資金成本極低，唔需要依賴銀行貸款，唔存在供樓壓力、利息壓力同資金周轉壓力，具備逆勢抄底嘅資金實力。反觀普通散戶同中小投資者，除咗融資困難，仲要承擔資產幣值、租金下跌、空置率攀升嘅多重風險，自然選擇全面觀望。第三，而家香港商業地產已經貼底，由投資屬性轉向自用屬性，投資價值基本失效，剩低自用價值。過往香港商鋪嘅核心價值係資產增值，係穩定租金係優質投資標的。而家資產持續係值，租金持續下行，空置率居高不下，投資收益貼底崩塌。對於逐利嘅商業資本嚟講，已經冇任何投資意義。但對於教會、社團呢類非營利機構，只睇重場地使用價值，完全唔依賴投資收益，所以可以無視市場波動，逆勢入場後流。呢種接盤主體嘅貼底轉變，亦都意味住香港商業地產貼底告別投資時代，正式進入純自用嘅寒冬階段。我哋再深入拆解今輪香港商業地產全面崩盤嘅核心誘因，理清呢場資本出逃、資產暴跌、市場重構嘅底層邏輯。其實呢次調整並唔係單一因素造成，而係消費缺稿、經濟環境、金融政策、市場供需多重因素疊加嘅結果。首先係本地線下消費持續疲軟，客流大規模分流，呢個係商鋪租金估值下跌嘅核心根源。通關之後，港人北上消費成為常態態勢。深圳、廣州、東莞等大灣區城市嘅商業配套、消費性價比、服務體驗全面升級，大量香港居民選擇週末節假日北上啦，餐飲、休閒娛樂，直接導致香港本地核心商圈客流大幅流失。數據顯示，香港多個核心商圈嘅人流量較老風期下滑超30%，線下商戶經營壓力劇增。大量零售、餐飲、美妝、服飾品牌縮減門店、關閉分店，甚至貼底退出香港市場。商鋪空置率持續走高，部分商圈空置率突破20%，遠超以往5分嘅合理空置區間。商戶倒閉撤店、縮減門店，直接導致商鋪租賃需求暴跌，業主只能持續減租挽留租客，租金收入斷崖式下滑，商鋪最核心嘅收益價值崩塌，資產估值自然隨之大幅縮水。其次係金融環境嘅轉變。全球加息週期持續延續，香港跟隨加息，樓市商貸利率持續走高，持有商業物業嘅資金成本大幅飆升。對於手握大量商鋪資產嘅投資者同機構嚟講，高額嘅貸款利息、低迷嘅租金、收益持續縮水嘅資產估值，形成三重計算壓力，持有一日就溪一日。為咗及時止蝕、粉緩現金流壓力，只能選擇不計成本減價拋售，進一步加劇市場嘅拋售潮同破值壓力。與此同時，銀行持續收緊工商鋪按揭政策，降低成數，提高門檻，市場流動性進一步枯竭，入場人數退減，供需貼底失衡，賣方只能被動減價成交。第三係消費模式嘅永久性變革。後疫情時代，香港線上消費網購零售滲透率持續攀升，數起下係同習慣貼底改變，愈來愈多居民選擇線上消費大幅減少，線下實體店消費頻次。實體商鋪嘅流量價值、展示價值、交易價值持續弱化。以往依靠線下客流生存嘅實體商鋪，而家失去流量支撐，經營難度大幅提升。商鋪嘅商業價值持續瞓值，不再係稀缺優質資產。除此之外，過去多年香港商業地產經歷咗長期野蠻生長，高峰期大量資本扎堆入場，商鋪價格被惡意炒作，泡沫嚴重，資產估值遠遠脫離真實嘅租金收益同商業價值。而家市場回歸理性，泡沫持續出清，估值逐步回歸基本面，前期炒作嘅溢價空間貼底消失。呢個亦都係今輪商鋪大幅運值嘅重要原因。好多蒙風期被炒到天價嘅鋪位，本身價值根本支撐唔到超高估值。市場調整之後，價格自然出現腰斬暴跌嘅收復行情。基於而家嘅市場現狀，我哋可以做出幾個貼合行業邏輯嘅全新假設同預判，幫大家更清晰睇清後續走勢。第一個假設，未來1到2年，
香港商業地產嘅拋售潮會持續，唔單止中小散戶會繼續離場，更多老牌機構、豪門資本、權威機構會持續縮暗商業地產持倉，市場冧值大概率仲有10%至20%嘅下跌空間。而家嘅價格絕對唔係市場底部，因為而家消費疲軟、客流分流、利率高企、流動性枯竭嘅核心問題完全未解決，市場基本面依然弱勢，完全唔存在反轉上漲嘅基礎。第二個假設，未來香港鋪市嘅投資門檻會持續提升，普通散戶投資者會徹底退出工商鋪賽道，市場會形成機構出清自用接盤嘅全新格局，傳統商業投資屬性持續弱化，純自用需求會成為市場唯一支撐，宗教團體企業自用、社團機構會成為核心接盤主體，商鋪貼底由大眾投資品變成小眾自用資產，市場活躍度會持續低迷，好難再回到當年火爆嘅交易行情。第三個假設，核心地段同偏遠片區嘅商鋪會進一步分化，核心商圈極少部分優質臨街鋪位，憑藉穩定客流同稀缺區位，跌幅會逐步收窄，率先企穩。而郊區非核心商圈、2樓以上鋪位、舊式工商物業會持續深度輕值，部分劣質鋪位甚至會出現90%跌幅，貼底淪為冇人問津嘅低效資產。市場分化會愈發明顯，優質資產抗跌，劣質資產持續崩盤。好多觀眾最關心嘅問題，肯定係而家香港商鋪可唔可以抄底？結從所有成交數據、市場邏輯、行業透勢嚟講，我嘅答案非常明確。普通投資者絕對唔好盲目抄底。就算而家好多商鋪價格腰斬，跌幅超70%，租金回報率看似可觀，依然暗藏極大風險。第一，資產價格尚未企穩，後續仲有下跌空間，抄底隨時被套。第二，市場流動性極差，買入之後極難套現，所知風險極高。第三，租金持續下行，回報率會不斷縮水，長期持有收益有限。第四，宏觀經濟消費市場尚未回暖，實體商業復甦後谷後冇期。而家嘅低價只係市場下跌嘅階段性表現，並唔係真正嘅底部機遇，觀望依然係最優選擇。縱觀今次香港商業地產嘅深度調整，本質上係一場泡沫出清價值、回歸市場重構嘅行業變革。曾經被資本爆炒、過度高估嘅商鋪資產，而家正係褪去泡沫，回歸真實價值。由散戶巨軍機構割肉，再到老牌權威機構清倉離場，層層資本嘅出逃，已經清晰說明咗而家市場嘅嚴峻形勢。香港商業地產維持數十年嘅黃金時代已經鐵底落幕，未來嘅賽道邏輯、投資邏輯、價值邏輯已經全面改寫。過往嘅投資經驗、盈利模式已經完全唔適用於而家嘅新市場。見到呢度，相信大家已經徹底睇明白今次香港鋪市暴跌嘅前因後果同未來走勢。呢條片嘅乾貨內容非常足，如果你覺得對你有幫助，記得點讚、收藏、分享出去，等更多人看清香港樓市嘅真實內幕。亦都歡迎大家喺留言區一齊傾偈，講下你覺得香港商業地產仲有冇翻身機會？而家係咪真係完全唔可以抄底？最後最緊要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開啟小鐘，我會持續跟進香港樓市、商業地產同資本市場嘅最新動態，第一時間同大家拆解行業真相，分享專業分析，每一期都係硬核乾貨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